咱先来熟识一下，等下上课要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要记得要听得眼么？不见了，唔见咧，唔见咧。补办、补攀、补攀。健保卡、健保卡、健保卡。身份证、身份证、身份证。2寸照片、2寸相片、2寸相片。工本费、工钱、工钱。马上、等等、等等。就能。私有好，私有好。好，请问要办乜嘅？拜咧，我嘅健保卡唔见咧，我用咗啥账号啊？喺度眼呢位報嘅係嘛？錯，補辦愛唔嘅身份證加一張2寸相片，限愛共稱200個元咯。聽電子又好睇到冇？冇按鍵啦，好嘅是我用掛號基本。好，攞得